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，你若是这个驾驶人，你一定嘛无法度接受。这是发生伫咧南投，一个驾驶要来正月，看到一个男学生要过大路，伊就停车要让学生先过，也毋过男学生是下手，请这个驾驶先行。结果一个越过，警察随甲查落来，讲无让行人，当场就甲开罚单咯。驾驶是无奈化冤枉。不过这个警方讲，这行人是无指挥权的。 所以，咱开车的朋友，若看到有人要过大路，都是让，绝对无唔对。赛车经过大路口，准备正月，头前一个查甫学生行伫咧大路，驾驶放慢速度要让学生仔过，毋过查甫学生煞停落来，倒手比一个爱赛车的驾驶先越过去。驾驶照做，结果扣两个警察查入来，驾驶发冤枉，毋过无效。 警察嘛是甲驾驶罚1200到3600的罚单。觉得他真的是蛮倒霉，还是要照规定啊，有些行人他爱过不过的也有。驾驶愈想愈感觉这张罚单收扣够冤枉的，甲行车记录器影像抛去咧网络，要证明迄个时阵是查甫学生下手要爱伊先过。毋过警察看到影像讲，就算是查甫学生主动让车先过，安尼嘛是违规。小朋友没有指挥权。 汽车还是要礼让我们小朋友优先来通过。警察讲，轿车、机车唔管安怎，拄到民众要过大路，一定要停车让人先过。全国9月份开始执行1个月路口安全法，驾驶人嘛是要遵守交通规矩，较袂违规防处罚。